大家好，歡迎返嚟 JC 雜談頻道 The JC Talk。香港人好鍾意外遊，但其實香港本地都有好多地方值得我哋去發掘嘅。今日就喺於帶大家嚟到灣仔區玩一日，去參加個免費嘅古蹟大宅導賞團，試下一間超人氣嘅茶記同埋甜品鋪，睇下係咪真係咁好食，同埋分享一間我最近食過都幾鍾意嘅亞洲 fusion 創意料理。如果你都鍾意呢類型嘅影片，就記得 like、comment、share 同埋 subscribe 我嘅 channel， 同埋撳埋個鐘仔，就可以第一時間睇到我啲片啦。事不宜遲，即刻開始啦！第一站我會帶大家參觀一個半山嘅大宅，佢係位於司徒拔道嘅景賢里。講返交通先 ，Google Map 就教我喺金鐘站 B 出口轉15號巴士，但我去到15號個巴士站，發現佢最近嘅應該係金鐘廊嘅 C 出口，而唔係 B 出口。如果大家去到 C 出口一出，就會見到呢架去山頂嘅15號觀光巴士㗎啦。呢架巴士班次好密，假日基本上去到個站好快就會有車，沿途嘅景色都唔錯嘅。搭大概15分鐘去到八普利小學站就可以落車啦。落咗車之後，行返轉頭，過咗紅綠燈就會去到今日第一個景點景賢里。唔知大家有冇聽過景賢里呢？景賢里係一棟近100年歷史嘅大宅。佢喺2008年列為法定古蹟，經過復修之後，由2025年12月開始，逢星期六日都有免費嘅導賞團可以參加，可以喺逢星期一上網預約嚟緊呢2個週末嘅導賞團。景賢里之所以咁出名，仲有第二個原因，就係佢係好多戲嘅拍攝場景，例如汪明荃就曾經喺呢度拍攝《京華春夢》嘅主題曲 MV。唔知大家仲有冇睇過其他喺呢度拍攝嘅戲或者劇集呢？大家不妨留言分享下。我當日一入到景賢里向下望，就見到呢個好大好深嘅泳池，仲有個跳水板添。呢個泳池嘅規模對於私人住宅嚟講真係好誇張啊！大宅嘅景觀好靚，可以俯瞰到香港島嘅景色。但係過咗呢度之後嘅地方就唔可以拍片啦，只可以影相。我喺呢度就放返幾張相俾大家睇，至於詳細嘅介紹，我就留返大家報名去體驗一下啦。不過如果大家夏天嚟嘅話呢，就記得帶返把風扇仔，當日真係好熱啊！完咗導賞團之後，我就搭返15號巴士落返灣仔。嚟到呢間喺灣仔地鐵站行1分鐘就到嘅威水茶檔，試下呢間超人氣排晒長龍嘅茶餐廳。當日好熱，等位嘅時候，職員仲好貼心咁問我哋要唔要遮同埋風扇降溫，我都攞咗把風扇仔啊！介紹翻間餐廳先，呢間餐廳定價都幾貴嘅，其中一個原因應該係佢係灣仔另一間人氣餐廳風扇嘅旗下。數數下，原來我都食過風扇旗下差唔多全部嘅餐廳。首先就有同樣位於灣仔嘅風扇。我最初聽過呢間餐廳係因為佢嘅焗豬扒飯非常之出色，但5試都要成200蚊一位啊。雖然貴，但我個人覺得佢嘅焗豬扒飯係幾好食嘅，好足料，而且環境都好舒服。跟餐仲有一個非常之好飲嘅爵士湯。當然啦，佢嘅黯然銷魂飯都係出名嘅，但我自己就覺得佢嘅焗豬扒飯好食啲啦。由於我都幾鍾意佢嘅5試，所以我晚市都有嚟試過一次嘅，但係相對上我就覺得冇乜特別啦。另外佢旗下仲有一間已經執咗粒嘅京川菜，叫做井巷子。呢間嘢就真係太辣啦，唔係太適合本地人嘅口味。而另外佢仲有另一間人氣爆燈嘅燒味鋪，叫做發達叉燒，同埋位於今次威水茶檔隔離食小炒嘅美麗小廚。好，講返呢間威水茶檔先，排隊排咗成半個鐘，終於都入咗啦。一入到去就覺得樓面非常之細，唔係真係咁多個位，唔怪得之得條隊咁鬼長啦。入到去，我首先叫咗呢個酥皮藍黃蛋蛋撻，不過嗌完先係側邊見到個告示寫住已經轉咗用新紀元蛋。咁呢個酥皮蛋撻呢，我就覺得唔合格啦。大家可以見到佢個酥皮咧唔係一層層嘅，整到好似曲奇皮咁樣。除咗個皮麻麻地之外咧，個餡都偏甜。最緊要係佢唔夠熱啊！咁我仲另外嗌咗個葱油豬扒煎蛋飯。嚟到見到個飯仲配咗一粒蘑菇同埋2條秋葵。豬扒非常之厚切，亦都唔韌。
但係就醃得唔夠入味。另外，我哋仲嗌咗個豉油皇炒通粉。呢個通粉用咗好多唔同嘅椒同埋蔥去炒，但係你就咁嗌咧，其實係冇餸嘅，所以我就俾多30蚊加份牛肉。我個人感覺佢有少少係逼你加錢去加餸，咁加錢都算啦。我覺得呢個牛肉咧就真係冇乜味啊，仲有幾嚿係超難咬嘅。如果通粉咧亦都唔算炒得好惹味，我建議大家就真係唔好嗌呢個啦。飲品方面我就叫咗個凍奶茶，咁佢個凍奶茶咧有2個位都幾特別嘅。首先咧就係佢係冇冰嘅，我諗佢原意就係唔想啲冰溶咗之後溝淡咗奶茶，咁佢原意係好嘅。不過當日就有啲熱，個奶茶好快我就覺得唔夠凍啦。咁如果佢可以做多步，例如好似其他茶記咁喺側邊有啲冰鎮住，咁就更加好啦。另外我嗌嘅時候都覺得奇怪，因為呢個奶茶本身係冇甜度可以揀嘅，嚟到發現佢杯奶茶係冇加糖嘅，佢會另外俾支糖漿你自己落。咁本身呢個 idea 都幾好嘅，可以等個客自己決定落幾多糖。但係偏偏當日個 waiter 咧，佢就冇俾到我哋張台喎。咁我係差唔多飲完見到隔離有啲糖漿俾佢擠，我先知道係咁嘅。另外我上網見到啲人話呢度嘅朱古力係幾好飲嘅，咁所以我都嗌咗杯凍朱古力。見到佢標明咗可可豆嘅產地，朱古力味比較濃郁，冇咁甜，同其他茶記嗰啲朱古力咧，的確係唔同嘅。不過同樣地，我都覺得佢唔係好夠凍啊。咁最後埋單，我哋2個人食咗300蚊，我個人就覺得性價比好低，唔係好啱我嘅口味，更加唔值得大家排咁耐隊嚟食。我諗佢條隊咁長嘅原因，一嚟係佢 marketing 做得好啦，二嚟都係因為佢樓面真係好細，冇乜位嘅啫。食完 lunch 就帶大家去食一啲糕點，呢間鋪頭叫做甜入心，喺合和行過去只係3分鐘左右。呢間鋪頭賣嘅糕點款式唔算多，主要都係唔同味嘅糯米糍同埋班蘭椰汁糕。咁我就嗌咗個芒果糯米糍同埋佢嘅班蘭椰汁糕嚟試下。芒果糯米糍個皮好出色，厚薄適中，仲好煙韌，我自己覺得好好食。至於個芒果餡咧，咁啱我嗰嚿就有少少酸酸地，不過佢 size 都係好大嘅，同埋一塊厚切。個班蘭椰汁糕我覺得都好出色，佢同樣地都係好煙韌，仲有好香嘅班蘭味。如果可以做得再層次分明少少，就更加好啦。總括嚟講，我覺得呢間人氣糕點鋪係值得大家嚟試下。至於晚餐方面，我最近就試過呢間位於船街嘅亞洲 fusion 創意料理，佢個名叫做 Wakaran， 我都覺得幾適合慶祝嘅時候嚟食。另外嘅菜式都非常之特別，融合咗亞洲好多唔同國家嘅味道。而當日我就坐咗喺呢個吧台嘅位置，可以清楚見到廚師整嘢食嘅情況，見到廚師都好俾心機整嘢食，同埋廚房係好乾淨嘅。首先我就叫咗呢個醉生蝦，佢嘅擺盤非常之靚，而唔食得嘅地方佢都幫你挑走晒。蝦肉好彈牙同埋好入味，我覺得非常之出色。之後就叫咗2個壽司 taco， 食得出係食材係新鮮嘅，味道方面就同出邊啲連鎖壽司鋪差唔多。如果大家想食啲特別啲嘅嘢咧，可以唔使嗌呢個菜。之後我就嗌咗大家嚟都會食嘅韓式炸雞。炸漿厚薄適中，同埋幾脆口，我都覺得幾好食。然後仲嗌咗呢個韓式鮑魚粥，鮑魚整得幾好，唔會好韌，而且佢已經切好咗，方便你一啖咬落去嘅大細。然後我就見到啲師傅一路咁準備緊個三黃雞，見到佢不斷淋啲熱油上去，好似都幾好食咁。不過我哋驚食唔晒嘅關係，就嗌咗呢個份量少啲嘅煙燻乳鴿，皮脆肉嫩都真係幾好食。然後仲嗌咗呢個融合咗意式同埋中式口味嘅擔擔麵味意式餃子，賣相同埋味道方面都好有驚喜啊！而甜品方面我都嗌咗呢度嘅創意菜式，就係一個薑汁丸子。佢本身彈下彈下咁，一咬落去啲薑汁就會爆晒出嚟。而當日由於我有嘢慶祝啦，店員仲送咗一張即影即有俾我哋添。
最後食埋呢個開心果奶茶雪糕味嘅 Avocado， 就食完呢一餐啦。總括嚟講，我覺得呢間餐廳都幾出色，氣氛同埋食物質素都好好。如果大家有嘢嚟慶祝嘅話咧，都可以過嚟呢度食。如果唔係，大家一班朋友嚟呢度飲杯嘢，嗌啲小食都非常之不錯。最後多謝大家睇到嚟呢度，仲未 subscribe 我嘅朋友就記得 subscribe 同埋撳埋個鐘仔啦。我哋下次再見，拜拜。